做月老，小鸡盼望亲，奴在夜雨靠，奴在夜雨靠。有请老爷。我是兵老爷，江浦县汪大人举荐。哦，汪大人来了，有名帖在此，快快有请汪大人。是，有请汪大人。必真原因，忘情是谁？哪里？王大人，复公不是肉，这是年兄。今年早眼开，原是啥人？关月前，本月功名真老子，可就那天要去领哎，世间忘情应交集，说明名声一品三天后，谁可就情话花桥去来王大人兄。当朝国舅，死心灰，把龙江能盼望亲，心花开，自从他人亲作文，我早就虚心送江吹全归。我命他谁带月里不来扬州，给他头亲把婚配，这因为皇帝不在老夫人，穷归不来亲阿爹。王大人轻举王亲，把家计还。我就自也难更王大人，计划行了，做王大人。好。
如去云不就商量就是来告辞齐大人，宋大人，宋大人。富贵有话来行走，太龙夫妇心潮退。还能哪里？老爷有何吩咐？还能在我曾命你派人去松江万里，今朝永庆叫他前来投亲，时隔半月，怎会不见他来？老爷，按晓得把实质说来，那少姑爷不是在今天吗？就在明早一定可到。哦，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禀老爷，那穷鬼不，那姑爷邵永庆前来投亲，现在门外。怎么？曹永庆他果真来了？果真来了。是我永庆。是，老爷请少姑爷收到。曹永庆。哦，也许来了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谢有他人。能把哥在将姑爷报告送到寺后，用心替姑爷准备香堂酒席。我在此希望允许许丹。是老爷。也许我现在有临阵备亲，此前你3岁推来之文章，留在小女支持以外，两家贫富往来，你可知当初昔日之情吗？有要问求信我，有啊。
你。自今是臣与连环一起来。司马懿将小姐与我早问岳灵官，果真是他，我也是数你未成，看到他了。从你那里？小姐，什么也是来不及。娘子之年万九的小姐，叫她好生收藏。明天必是王道之人，你们休要未婚。这是岳灵官就要去水花水长，你为什么不放心的呢？明日便会小姐未婚。哎呀，不理。你什么？理该教育小姐思想。禀老爷，相抗一年，请姑爷莫用。禀老爷，酒宴几杯，请姑爷食谢。好。一夕，还是西莫用，还是西出去呀？一样的。我请点报同志要求，永大人。我看还是现在行吧。好，一夕真是痛快，把人把棍来，姑爷约到而来，唱都不是。你们要替姑爷多敬几杯酒啊！小心私欲，不得有误。是。一夕。来自我家，不必拘谨。今夜来，你应该饮一壶痛快呀！外些事理了，等一位定来作备。永大人，小婿失陪了。曹永清啊，曹永清！想我不是幸福花烛，我叫你糊里糊涂色皮牛。只怪你造假，凭自心，手把老虎，心狠毒。老爷死了！讲得清楚一点。是那少姑爷死了。什么？穷鬼他死了。在你这随便，穷鬼他死，怎样死的？老爷，共享是我梦中之用，姑爷今生死计
大功，化功被举，还能下夺，惊涛300，鼓楼10峰，方向居中，烈海，哎呦！遇上毛寒，生存饥饿，暗击反拔，天空流血。这是穷鬼死的模样。老爷，已是眼睛长得慢慢大了，戏子看眼都不必哟。此事不能对外张扬，这是赵永清路上走了峰会，暴毙而死。是。来，先去买路石头，再到不正文化西上坟墓，上卡松江华定赵永清之墓，梁成生都知道赵永清因病而死。晓得明白。不能在去禀报小姐，在姑爷他受疾病而死。是。再到不正文化去禀报李彩英客的，这是小姐驾驭沈国舅，叫他催长死话。是。
老套了。哎呀，假夜的辰光，还有啥人来敲门呢？店家开门。啥人啊？啥人啊？哦，原来是看官啊！好好好，来，请进来啊！哎呀，妈妈，这些东西我都是没有的呀。哎呀，看官啊，没包过伞，那扬州地方是有一个规矩啊，没包过伞就怕侬不是强盗就是谁。这是指不来的，请侬问个地方。妈妈，小三是个懂事之才是懂得礼仪的呀。妈妈。看一个人都老老实实，像一个读书人啊。不过天已经加夜了，还到啥地方去自说呢？好，那么我就让侬今朝夜里自一呀。哦，多谢妈妈，这都不要客气，跟我来哈。妈妈带路来。看官啊，侬看呀，这间房间倒蛮清静的，侬看好啊？好好。那么侬要吃茶用水嘛，叫我一声，我马上好等侬送来。有劳妈妈。不要客气啊。姐。
只见小金房子，穷途思娘泪涟涟。金台两难是何好？在怕是掠落一下名目。哎呀，看棍啊！哎，好多人啊，为啥哭起来了呀？我没有哭啊，没哭，耶？侬看呀，哎，爱丽丝啊，过了面孔像嘛，外公没哭你。妈妈实不相瞒，我在思念家乡，想念母亲。哎，看过。呀，深深金刚万好，一来看生意才好，大一杯浓来可心，千杯如此做烦恼。好，哥们早点歇歇啊！我走了啊！谢妈妈。哎，不要客气。哦，妈妈。哦，客官啊，侬可不能再哭了哦！侬要是不要上岗再哭啊，这是要迎归上门的人。妈妈，小生我这也不可怜。好，不可就好，保护他命无事啊！哎，我走了啊！妈妈这好。母亲，哎，真是。哎，彩英啊，彩英哎，等侬讲过来，辰光不早，今朝早算不好，么明朝再算，好来困觉嘞，来。
乃是为了积攒的人毛病而死。老爷要姐姐改嫁过去，我答应叫姐姐穿一袋子花，还有一直没有穿好。明天生父花轿到时要来迎娶了。翠英啊翠英，你答应了上家吗？谁该言而有信，我怎么能去违信？还是待我今夜把此花穿好便了。
根源，我虽为不平，只是恨胸怀，怎奈我无能为力，难因生写着多冤。
女鬼，这从我说起，是在爹妈妈言道，生我上这地头是要引鬼上门的呀。那一定是我妈看见你要哭，我哈哈你的。哎呀，牛来孙子啊！好小生有力量。罢了罢了。哎，卡婆啊，我看你好像不是本地人士，哎，是不读识字呗？哎，我知你家在哪里，生人名谁，有什么为难之事，能不能说给我听听？姐，我就是告诉了你，以后有我。哎呦，卡官，你不要蒙蒙的高声快点，说不定你说给我听了，我还能想出你儿呢。我们在我俩一说实一番，也可见我心中有情。啊，那这请听。谢父官居称礼部，多因早年丧了命，家道为我在贫困，奉命扬州来留情，只因杀父丧子身，为父相杀。
可不是我啊！我有第二个曹永清啊！这小生不生，你哪里知道？他乃是我的东厂李文明，他撇去了我的唯品之本有理话，我要将我不黑，他是把命定提的呀！哦，原来是此。那么后来呢？后来都快叫副下去，我关到了扬州，找到副下别请真相，谁知那个关门之神，他不肯相认好。不肯相认那多坏好啊！慢来，客官，我说的句句是真。小生我不会是谎的。那么少不了将这样定亲的都知道啊？当然知道。哎，说我听听。再去听。现在媳妇在上庭，规矩理不断新君。岳父因故下铁牢，我父保证免受刑。他怪恩图报配婚姻，又连环为贫富没分，从此两家乱不分。有神与情，还有何苦作真？你是宋江真勇情3年前啊，用情有心宋大夫，生情的心思问，倘若大地不相信，别见何必家与真。西藏曹永清，大姐，我与你素不相识，你怎么称我西藏来了啊？我也说给你听吧，我名叫李翠英，我母亲呢是白山花的师娘，我也想追进东村庄，关于白家的事我都知道。哎呀，想不到在此外生死姐妹，才来相认有礼了。万里，翠妹，此经相生不背负罪，哪也对不起，你总算人母记账，看来也是皇孙的你。哎呀，西刚你不要伤心，你不要因为没有病走在哪一头亲。就算你语练有灵魂，是旁边的张女也要与那李文令一样哦。此话怎讲？李文令与你分手之时，可有风寒之病？生前的丈夫有病痛。这就对了。那李文令一定是你家岳父谋害而死。事实上来的是岳父他欺病爱糊涂闹婚姻，我找他评理去。来，你怎样对他去评理？我到公堂去告他。哎呀，他要是去可咬定你不是曹永清，你又别怎样？那我只好回到瓦定苦读实事，等将来有了一个出头之日，再找他算账我。哎呀，这是谁的事了？明天师傅花家到水要来迎亲了。什么？这就是要改嫁过去了。小姐她口人答应，自己倒是没有答应，只是花家来了又怎么办呢？小姐大姑30年守着我不能快他兄来到身边，还有父亲才鸳鸯，看起来夫妻今生难相见。见这张亲亲同靠好心。
我带你去见我家自己。真的，真的，只要你听着我的安排，明天就让你们夫妻相会。我这副模样，真能去接他呢？哎呀，是到是真啊！我还管他什么模样的模样的。这怕有他什么？有道是男女有别，顺顺不清，私下相会，有理不合呀。我说你呀，真是个死呆子！这是你的终身大事，还是这样子无在言的，哪里还管得了这些个酸溜溜？哎呀，的是哦。这个好了好了，不要这个大不了，但因为我是带你去见我家母亲。对对对，好嘞，一头黑忙忙碌碌。我小当李为把胡做，我细听李为双媳妇，只因为心惊肉跳，别破，别破。大哥啊，你要好好的再仔细说看一下。实是再有差错，你我都吃力不起呀！不能，回靠近这死鬼的小道，总觉得浑身有点冷酸酸的了。好嘞，侬啊不要瞎讲嘞，我不能讲个闲话了，讲得还有点汗毛淋淋嘞。大爷，当时个酒是我头上来的。可是酒里的毒药可不是我下的，侬要分分清爽啊！嘿，侬这只胆小无知哦！侬想拿事情都到我的头上推，叫我去推劫谁啊？侬是奉白老爷之命，对，这都是白老爷他出的主意，与我俩无关。侬要讨名啊，就去向白老爷讨吧。好了，不管。老爷再三叮嘱，来无锡的宾客一律都从大门迎进，亲自细听。这里是不允许任何外人传入。那么蔡姑娘呢？哎呀，那当然是例外的喽。那么做法是个和尚道士呢？老爷已经说过了，来超度亡灵的出家人一律都从边门进入。哦，还有一件事啊，老爷说小姐一定要再次上桥。等一位花轿到了，你要请蔡姑娘好好的帮小姐梳妆啊！小道里听花轿，真是啥子你都还没听见过了。大哥，我哪里来了？我是对花老爷。李我一个人来给你呀！哎呦，有副狼子。我为得溜，我还有家，我还会得溜哦。
崔姑娘，哪里去啊？我是来找你的。这位道长怎么单独进府啊？我是奉了八老爷之命，特地从扬州天宝国去请来的。我经常去天宝国，怎么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小道长？他随着道主永于释放，刚刚回来，果然没有看见过。刚轻的年纪，却随着道主去释放永狱。大人啊，你可不要小看他，他还是魏忠道长的高徒呢。哦，小弟有眼不识泰山，请小道长多多宽宥。相公不必客气。小道长，今天特地请你来，就我将几张超度亡灵，你可要督促的道长啊，请崔姑娘来吧。啊！这个你到里面去用点书章，等一会我会来请你的啊。哦，崔姑娘，老爷叫我的领当侍儿。这里一切由我，你到外面去吧。我在此谢谢。大人啊，你有没有看见过少姑爷？见过的怎么样？你的少姑爷可好？我的这位少姑爷可算是再好也没有的了。啊，这样好吧？那松索、端汤、哎金菊啊，哦，万玉叠裳。哦，你的姑爷这样殷勤，不就是小姐他要接你从上，谁是你死去的姑爷啊？喏，他也为着你好报的。怎么？真的会有报应的？怎么没有啊？啊，大人啊，我请你坐在这里看，等我姐姐来了，上香的时候，谁好谁坏，一看就明白。怎么个看法？领导人要是没有冤家对头，这点着的香啊，有着上。实是有冤家对对你。要是有冤家对头啊，那这点着的香有谁会？咬着他久久不放。这是真的啊？当然是真的啊！大人啊，你是个好人，但姑爷又这样好，这烟啊不会咬上你不放的。你放心好了。哎呦！哦，蔡姑娘，我得肉肚皮痛了，这里请你照顾照顾。大人啊，拜托。先生，我看大人已经离岁，来不及先去告诉姐姐了。让我到塔厅18后夜再说。你在这里等我，要是等一位姐姐来了，你可千万不能心急如焚啊！哎，彩妹，你要快去快来呀！先生，你可千万不能随意走动哦。要是有人来了，你快把这个披上哈。知道了呀，小心呀！仿佛草
可以把我开门对，他的相对我求相对。
实不相，采买不来，我是不能讲的呀。那你就去接过我家老爷去。走。哎呀，你在说什么啊？叶姑娘，天老太保天不曾常为将面，可盼几天思想是他情深，大从不言长悲啊，原来是此。妹妹，哎呀，恭喜姐姐，恭喜姐姐，我是到领的喜中过来，姐姐呀。快接旨是北上，夫妻相会在当场。面前不是叶道生，乃是邵永清我这一场。才没十瓦太荒唐，死去的人儿真万样。死的不是邵永清，难道你肩上有一张李文林做了替死鬼？妹妹呀，请你不光下讲，外佛冤苦难言，万般皆空一希望。请你听我说下去，要不然你仔细辨认清了。姐姐，你不是收藏他3年前这张写来的诗报吗？这是他写的生死，你不相信吗？只是对不就是明白了。是在我店里，他要哭么人家他哭不够，要死么人家他去死。要是我一在家，我叫谁要来的？来，我们走，彩妹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哎呦，老早好猛嘞！姐姐，我告诉你。把你家来头亲的，乃是机长的同窗李文林，他不仅骗走了玉莲馆，还将机长抬了升迁。好，幸亏有人相救。我是在你家里的机长乃是假的，都说我看到的机长乃是真的。为了使你们夫妻相会，好容易要机长身配到我洪州府中，不料竟被你们当作野道所骂，真正岂有此理！彩妹，为妻向你备礼了，受了。见姑姑也罢了，你们有什么话还是怕说吧啊？你们2个人怎么越推越远了呢？是呀。相公，感激小姐为我背上，相公一路辛苦，小姐也想苦哈，苦哈。哎呦，这人怎么有时间说这些话呢？你讲些什么呢？要说的话嘛多得很，你怎么反而忘记我来了呢？姐姐，你不要夸我这样无人，要把老爷规矩多端。啊，这样吧，聪明，我与你分头守望。要是有人来了，我是会来告诉你们的。有老彩妹，彩妹，姐姐，你没有见到机长的时候，一天到晚走廊啊，是这机长来了。
讲话呀？再不看看那花轿就要来了，花轿一到我就无法讲了。
万古，以我看啊，只有将当车当色，我就当真，才能取过原文救生之地。你说啥叫我就当色，叫我师傅想过就跳的。老爷，要是见我时间直接死了，我看你有事，我想过去交代。先吧，把那个滚！这你们一起听从蔡姑娘安排。是。大人大哥，你们带领众人收拾规划，将公车当色，我要当真。是。你们过来。
小姐。小姐他上来去了。怎么领导你还在对动，鬼屋外面打嘴啊？报告，我打。是老爷，不打，要当出什么来的？在，继续，快上！啊！原来是弄来了捣鬼！老爷，你上了李成个当啦！他是谁？他是前报国伪中导弹的高度小道长。呸！与我拿下刘贵啊！到现在30多里路，革命的天那家人，哎哟，真搞得我是上气不接下气呀！哎哟，我有个听到机上的消息啦，那华龙哥有的问侬要个人啊？那，我人啊不说了呢，侬看我像放莲子泡一样，噼噼啪啪放不停来了喽！那侬快走！哎呦呦，哦呦！算了，哎呦，这个啊！心向老爷讨彩银，我知道为今我女儿金发夫，全是小家盼望亲，还等爹娘无人少帮手，早不及我应啊生，怕将女儿完了，实在是我心到死之有差能。看来呢，不要猜啊，把龙哥这个老东西呀，伊自家也晓得理亏呀。哎呦，伊想得哈哈我呢，伊讲啊，是你的女儿甘于狂动，假扮道士，冒充曹永庆，难道你还不知道吗？一定是你把他们吵起来了。那么侬不会讲啊？可是那国家的事情嘛，大家内幕所相关了。那侬到底是我养出来的呀？我管，我还要侬来讲我啊！我比侬会讲得多嘞。蔡英哈，我看把侬讲这个老东西一个那样子嘛，我也索性找互动到底呀。我讲，哎呀，老爷，侬来那讲啥？那，人家们才晓得的。那把家屋里向的夫
姑爷赵永清呢已经死他了，还有啥人再要来冒充赵永清呢？再讲呢，那个小巧又不是3岁4岁的小人哦，而且要是那大户人家的归国钱，对，这个要是我才人挂片的了呀。不过好嘞，老爷，侬非要开玩笑嘞呀？快把彩银还给我要打一碗店里去来。满意要挂后吧？是的呀，大龙哥这个老东西一听我跟人一讲啊，哦哟，这是真是火冒大张啊，面孔是铁白呀！哎呦，我看大龙哥这个头名面孔摆下来呢，我索性眼睛一看呀，我说老爷，侬来了讲啥？那，我哪里好无缘的过来乌拉木个人啊！我说啊，自家我说啊，一步要拉一搭家老乡亲，我讲请三老师傅，大家来领道理看呀。这个把龙公啊，伊自家搞的心虚的呀，一看见我跟那样子嘛，也奈我没办法，只好等我滚出来了，是不是？亲啊，那阿公呢？哦，阿公到镇上打听机场的消息去了。哎妈呀，侬有得听到机场的消息呢？这个啊。小姐来了里面吧？出来也刚困。哎呦，彩英啊！请你记上赵永清哎，他真是那黄脸是谁？苦到给啊！那一天你打小鸡到菜。迷失方向，欲为君。刚巧碰到白龙宫，你既然是金光不领路真经，戴老爷强将才名不送要公道，诬告他偷盗财宝不受千金，中国有贵用大银，半子上敢回来，你只让你我却当真招聘，这样啊！哎呀，小姐，哎呦，小姐，哎呀，把龙哥弄个三头三脑个老外甥啊！自家的亲生儿别得死起回来，我真恨不得把那2个你过，小我心头之气呀！哎呦，小家的心呀，那，我今朝特地赶到这里来，是为了要能想办法去救人。我不是叫侬等一道去死的呀，小姐。是呀，你怎么一想就想到死命？就是没办法。只要留得青山在，不怕那啥事。亲亲，可是死了这个呀！
只要找到李翠，谁化其人，停止这次。翠郎，你在这里呀？你呀，外人我有谁了？师傅老爷呀，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的？哎呀，快请坐。啊，你了，翠郎，我来问你，那天当水花酒，你因我不告而别了？啊，你是问那一天当归的事啊？哎，大老爷呀，那一人送赵孟东14人，我第十代儿当归文，不见桃下雨下送，老爷侬么自家懂得苦中啊人，害得我当归当真病，连日来是两日苦看到李亚人，好话说我很高兴，李是给人多给呀我只是了一句，他倒讲了一寸。好，那天怪我少礼，因为定人不上。如今呀，我有一件事与你商量。什么事？那天有谁话多在一起，你知道你在他在哪里呀？呀，那天吃了小道，上午会忘记了呀。有我儿隐隐不离，你引他到处赴去，还是只是了的好，你的两家伤了夫妻。大老爷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啊！我们这种小路人家可吃人不起耶！哼，见你面子你不要，莫怪老夫生气。来人，报告，在，我是妈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长岛我不的师叔。臭人嘞！这不是你家寡妇，你有什么权，有什么理由到这里来说话？我是小小的长郎，又是王师傅的功劳，我也能精进出彩。来人，报告，在用是。快滚！拿来。什么？火气领调。要什么后期，要什么领调？他老爷的话，谁是后期，谁是领调？大老爷，你这样不讲理，要是说不出来怎么样？要是谁得出来与真讲，俺妈一定有办法的。要是说出来了，要把送到酒吧也给有你。要是说不出来呢？要是说不出来，我还会那里牛我爬上山去，从此不上大道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
也是了呀。外公，多谢赐我相聚。小姐，那个很欣赏的呀。以后这样子滚到长东来了，那侬可以安安心心来那给你养病了啊！外公，打听到机场的消息吗？郑老相都来了讲，再过7天啊，赵永清就要分战了。小姐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！哎，大家的想想办法呀！啥大夫好想你？这头那个花园里一团糟瓦发，难道是没你好过瘾啊？滚！哎，到秦国给他请过床，请过哪里来请过呢？啊，秦国，嘿嘿，我早已打听来了。先生不断怒火生，俺看什么16岁3鸟7回，我怨难腾回家门。老汉爹，那侬人也回来了没？还到啥地方去打听亲过嘞？那我个闲话还没讲完嘞。哎呀，哎呦，跟侬快跟我去呀！我银子途中看观看，错官小错影相，不听错旁有人讲，周应龙他人出京啊！这我是海外的名声，倒是一个清官的清官。周大人七上金官越位，你不生意莫寻自己，此情真在两人望，此去话音路可明，失去他无事大义，朝廷叫他3分那里，只想到苦与冲算好得多，不杀谁可上前来为我去话音去，要马冤情谢谢你送到武庙并不亲，疏不离。王爷说衰你怎样你？谁呀兵锋难当，举不知谁心也无恙，无也要小家母身体虚老去不来，还是我带龙高堂到华兵。我去，那侬17高堂爹要关门，把龙将定了起心。那母女两家头不要张了，老板我对小家告上去。外公，你这大年纪是我走得动，再说这场的冤枉你受得清吗？哎呦，搿倒是哦！我来了路上听人家讲，周云大人立不胜任，只是讲错一句啊，就要问罪我。亲呀，搿么伊也不好气，我也不好气，侬叫啥人气嘛？我去，我去，我去。今日这场为出名将王，总不能眼睁睁看他是冤枉。谁谁的本事我清楚，其他的冤痛我也知晓。千难难险，何所惧？
长女年纪虽小，胆量倒是大哦。咱们路上要小心了你。我不是父老记在心，我是为见机行事。彩英啊，可是年龄关系，侬要来接动身呀！啊，妈，都是此前面山上，请随我一拜。在应我自不不前。卫兵大人，看天色昏晚，只怕顷刻就要下大雨了，是非待雨过天晴再往路内收团。本院同志离婚与私人离婚，岂可因雨而失信于民？自有乞讨。
英烈之间当心问他人，不料他要蒙塞了举着这能高尚，今日恰逢而去，我正好前去汉园。见了大人已往路台而去，看那高堂之人人多，想我是公你刘之辈，叫我是我爱记得上。要是我为什么人带不了高尚，岂不要断送了这样的性命？即使我李翠的一番心血，也将父子流水。大人有一小女子喊冤，从汉冤女子，传汉冤女子，传汉冤女子。
分断江。来高潮，为姐姐把三花一封神，我与他你结金兰神同胞，我最长心潮民间是用情，多只为先生重兵把龙将谁人万载是命难成，多亏曹家来相聚，他官人定下了儿女情，在世上常得亲是我妹长，一代玉莲关暖不分，曹家为官更清廉，吕赵为罗家道兵，无奈我最长，他带了玉莲关，去头青爬龙江，早日设下春堂见金
龙头呀还是少用情，万辈上我追追去盼王啊亲，我追追他人是不答应，把龙江叫村长之花去献殷勤，我正在王中把枝花传，谁知来了少用情。刚才你已经言明曹永清还生死，是我以为到你眼中，你前言不得有女分明有家，来呀困境妈，大人，这哪种淋雨缘故家事？不知常他的茉莉家乱路不成，在途中遇见了李文啊林，那李文林骗走了我连环，冒充这场是去找亲，故而死的是李文林，可是我的乃是真用情。我见这场遭遇传，带他到把家去不欺人，恰被把龙江来宽见将机上捆绑送衙门。可怜东吴这场却打来征召，那原来是不问是非判死刑，我为的是不得大人知青天年有八公穿杨八人生，女儿上车要看生，难道是我不是自己的了命？啥有谎言来领导崔英情愿一同地。
李老爷，江都院王大人前来呼吸。哦，王大人来了，快有请王大人。是，有请王大人。王大人，请说。阿弟兄，今日另外与会国舅小弟这次前来何喜？王大人，现在多疑为求，望多多包涵。哪里，此君还你兄是当场国舅的勇啊！娘让自此神都得很啊！王大人，穷贵无私人在，带领队上了花轿，提刀神父，我这步不才奸诈李老爷，切上请问，最玉龙大人前来呼吸。朱大人，倘不由他说不了，恐怕来者不遂。俺兄多虑了，朱大人乃是朝廷名人，他听得你拍了王亲，这叫做名人推王亲，礼尚往来，万分有因，万分有因啊！大人在，他开正门，圣我请。是。打开正门，老爷出迎。这周大神讲到地震原因，万望配合。哪里？周大神，请。好，委员您在这里，这真是巧见了。周大神，请说。说。
你当得一级步来走。啊，老先生，此时此地怎会有人喊冤？啊，好。为小女子喊冤，下官才此呼吸，老先生正被生意亏得辛苦离安，还不当不他委屈。大人，那小女子说，她的愿望只有在此时此地方能早些。哦，哎呀，这都难了。相母奉旨出京，为民立安，真无旁备。今在既有人喊冤，我岂可置之不理？若得修草生命，又恐怕耽误无息。大人为民百姓孤孤敬仰，这公子们理应还好，大人对老孙，几道有水，那喜剧还是有好的呀。哦，听二位所说，这公司二事还需两件齐美。真有两件齐美，这文字很深的。好，即使下官西宫黑死了，外公才接他听一用。众军顺利下去升堂。大人升堂。为盼望金花莲子郎，第三场。
理解。那你评理女儿曹永清，评理，你女儿也是自愿改嫁不久的。是女改嫁，是这的女儿不在，其这人啥？命令女儿下狱监护。哦，大人，神父就花轿一道，让小女上轿。来呀，命你去为报生父来生，叫他女交代位，本有名才，请往生父念他。走。命女儿来见本院。是，大哥。来，叫小姐下来。是监督员对着来，命你将院军带到，并将曹永清提出监牢。是。一个周大人，这个周大人，你是不说话吗？大人，真是小女不说话。谁不说话？老爷他让我一抬到毛明位，我也事事不应允，真乃是身为奴婢当太尉。聪明，你请下去。我龙将不犯本令，略恨令，不为偷生之罪，有待正将。这都是无中生有，当在没有？没有。传不能不管，传不能不管。害你我与文，这破乃无名。推荐大人，不能不管。我龙将原有些之事，与你二人同侣，还非我从山走来。将大人，小人自到白虎来，从不无左右老外，实说我老爷都是亲女婿，小人不知难交代。大胆不能，你不但
没有。老将通报广东老从朝中请调，西财军推到经营，宁可有凭证。爷爷们，多少百姓高里穿着王法，超级人民，万不如招财宝。大人，把龙将先送我王金50两，他也无了。把龙将。谢大人。将军正黑，清明有令，不是为民之类。本村中王法，与有不行，为压听村。我为人心不正，今日才给你，叫我有面目见俺老婆娘亲所以才不三话，这个老夫亲一本上好。大人吩咐，传你真不三话，再传少一请一本上当。